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今集我哋會一齊探討兩個好有趣，但好少人會留意嘅記憶類型——後設記憶 （metamemory） 同情節記憶 （episodic memory）。唔好聽個名好似好複雜，其實佢哋同你我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㗎。第一部分，記憶係點發展出嚟？記憶唔係一下子就全部有晒，係由嬰兒時期一路發展到老年0至2歲。BB 已經有潛意識嘅記憶能力，例如習慣性行為，但要叫佢哋記住一件事，過幾日再講返就未必做到。2至6歲開始建立所謂情節記憶，即記得發生過嘅一件事，例如記得上星期去咗動物園見過隻長頸鹿。6至12歲記憶力再進一步，開始發展出一樣好關鍵嘅能力，就係後設記憶 （metamemory）。第二部分，咩係後設記憶？後設記憶簡單嚟講，就係你對自己記憶能力嘅了解。例如，你知道自己容易唔記得人名，所以你會刻意重複對方個名；又或者你知道自己考試前要溫幾多次先記得，你會計劃點樣安排時間。呢個能力唔單止係記得嘢，而係知道自己記唔記得，知唔知道自己知唔知道，有冇啲哲學 feel。隨住年齡增長，後設記憶會越嚟越成熟，青少年開始識得用記憶策略，例如溫書會分類做重點，成人會更加擅長掌握自己邊樣記得，邊樣要溫多啲。第三部分，情節記憶，你記得你嗰日點解喊？講完後設記憶，再睇下情節記憶 （episodic memory）。呢樣係我哋記得發生過啲咩事嘅能力，包括地點、情緒、氣味等等。舉個例，你記得自己第一日返學嘅感覺，你記得初戀分手嗰日落雨，自己係點樣喊，又或者你記得某次生日朋友送咗件驚喜禮物俾你，呢啲都係情節記憶。佢有時間、有情感、有場景，幾乎可以話係腦入邊一段段回憶片段。不過情節記憶會隨住年紀衰退得比較快，到老年時呢啲詳細回憶可能會變模糊，但你對事實知識，即係 semantic memory， 可能仲係好清楚。總結，記憶唔係一嚿嘢，而係好多能力組合。所以記憶唔只係記得與唔記得咁簡單，佢有分。情節記憶幫你記低生活中每一個獨特瞬間，後設記憶幫你管理、監察你記唔記得，甚至幫你提升記憶能力。喺青少年同成年期，我哋會學識點樣用策略去加強記憶，例如做筆記或影像記憶，而呢啲都靠後設記憶幫我哋評估自己學得點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。